芒種，芒種芒收，梅雨潤苗。各位，喺小滿之後第15日，我哋迎嚟夏季嘅第3個節氣芒種。佢通常喺每年6月5號或6月6號前後嚟到，係24節氣中名稱最樸實、農事最繁忙嘅節氣之一。咩係芒種呢？芒子麥同埋稻等有芒刺嘅穀物，種有2個含義，一為種子，二為播種。簡單講，就係有芒嘅麥子快收割，有芒嘅稻子趕快種。月令72候集解解釋：五月節，為有芒之種穀可嫁種矣。此時，北方嘅冬小麥成熟待割，南方嘅水稻秧苗急需插秧，一收割一種植，搶天時，爭地力，農民非常忙碌，係農家一年中最忙碌嘅節氣之一。古人將芒種分為3候，細膩觀察自然嘅變化。一候螳螂生，去年深秋產下嘅螳螂卵喺此時破殼而出，小螳螂趁住盛夏來臨前努力生長。2候決齒鳴，白鷺鳥開始喺枝頭鳴叫，聲音尖銳嘹亮。3候反舌無聲，善於模仿其他鳥叫嘅反舌鳥反而停止啼鳴。呢3候有動有靜，展現咗自然界嘅此消彼長。芒種嘅習俗充滿咗生活情趣，其中係送花神。農曆2月2迎花神，到咗芒種時節，百花開始凋零，民間就會舉行祭祀儀式，為花神餞行，感謝佢帶嚟美麗嘅春天，並盼望來年再相會。名著《紅樓夢》中就生動咁描寫咗呢一個習俗。對農民而言，芒種係種植嘅關鍵時刻。農諺話：芒種不種，栽種無用，以及芒種插秧谷滿尖，夏至插秧結半邊，錯過此時，秋收必然欠收。氣候上，芒種時節長江中下游地區進入梅雨季節，陰雨綿綿，空氣濕悶，衣物容易發霉，又稱黃梅天。芒種教我哋，人生就好似農業，適時播種，及時收割，先至不負時光。喺呢個忙碌嘅節氣，讓我哋一齊感受農民汗水中閃爍嘅智慧與希望。